序正在崩溃，科技与贸易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力量。你不要再在虚假的信息中让自己的认知错乱，直接来看世界卓越领袖如何说。他们是总统、总理、顶尖学者与企业家。华尔街电视，今日华尔街频道同声翻译播放。请在油管上订阅华尔街电视，今日华尔街。世界旧秩序正在崩溃。摇人啦！大家好，这里是华尔街论坛。我们的直播正式开始。现在的时间是美东时间的9月30，这个2月12日啊，2月12日，那上午的9点36分。今年是不是没有大年30啊？还是没有除夕啊？我这记不住啊。那反正快过年了，祝这个这几天啊，每天我们都跟大家祝春节快乐啊，春节快乐。那我们今天依然给大家准备了几个话题。都是大家喜欢的、喜闻乐见的，这个喜欢八卦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4个话题啊，我们之后娓娓道来啊。在一开始呢，依然我们在华尔街6度跟大家聊一聊过去的这24小时有哪些这个重要的信息啊，不容错过。那首先啊，还是回顾一下昨天我们的这个小杨闲话呢，专门找了一个10几分钟跟大家聊了一聊，昨天的X 上啊 ，X 上就是以前的推特上啊，一篇特别火的文章。那这个文章大致上就是作者啊小陆师傅对于2026年经济的一个梳理和判断。这篇文章大家可以去看我的一个解读跟大家的汇总。那或者说啊，大家只要看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我觉得也就够了。如果赶时间，那就看文章最后一段。这个文章的最后一段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啊，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对个体而言啊，危险的不是错过机会啊，不是离开某个地方，是被迫把人生当成一场不断追逐风口的赌局。那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什么呢？一个周期，那世界的周期、经济的周期，它循环一次啊，那可能远超人类我们个体生命的一个直线。那你在这样的一个超级长的周期之下，宏观经济的周期之下，那产业结构的变化之下，你人的选择将是决定性的。那个人的人生并不存在可以频繁切换的周期窗口。所以小陆师傅在最后总结，那当不确定性成为一个新的常态啊，你要有战略定力啊，个人的战略定力啊，有稳定的技能，可重复使用的能力啊，可以持续的节奏啊，以及不要被带偏方向啊。这篇文章我们跟大家做了一个梳理，这个是在今天的华尔街论坛呢一开始再跟大家提醒一下。那除了这些啊，在华尔街6度还有哪些内容要跟大家重点的这个暖场？那还有哪些内容要请何必先生给大家聊一聊？您关注到什么样的新闻？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啊，都是在不同程度的在产生一个急速的变化。但是在急速的变化中间，以中国和美国是变速特别快的。这些天我跟一些这个西班牙裔的这个孩子聊天呢，年轻人聊天呢，他们的这个困境呢，实际上比想象的还要严重。他们都是有的是在美国啊读了很多很好的专业、很好的学校，但是在过去几年不断的失去工作啊，而一旦失去工作以后，再找到工作就非常困难啊。他们即算是30岁左右、20多岁左右，都很不容易啊，因为人工智能啊，因为产业的调整，已经是每一个这个云呢认为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的人，已经觉得人生就人生就这么开始了。现在不是这个样子，恰恰是现在这些比较高端成功的人才啊，他们的紧张感更强。在中国，我们也应该看到了，就是这样一种紧张的状况啊，尤其是生活在中下层的人，最近几年是相当的艰辛。这个生活的不错的啊，就是真的中产以上的或者是这个过去这些年挣了很多钱、很成功的人，
执政和心里面怨气也很多，发现挣钱呢已经不是那么好挣了。但是中国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开始有一批年轻人，不像他们的大哥大姐，甚至不像他们的父母那么天真啊，以为一个好的制度，以为一个好的意识形态就可以把一些国家的问题给基本上解决，而是开始更多的意识到，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变化，一个时代的变化，一个技术的变化，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个文明的变化。所以过去的一些知识，过去的那些经验，尤其是过去的那些意识形态，就完全你就有一点什么感觉，就有一点像这个我们当年看革命历史的时候，知道那些这个清朝的遗老遗少，现在中国就是还是生活了一批这种遗老遗少啊，就是以这个意识形态以这个价值观，以这个不同的制度来讲这种神话般的故事啊。昨天我还看到一个，就是说，把中国和美国比较说美国是不搞人事关系的啊，你有本事就可以当总统啊，等等等等，总统是不会搞这些这个腐败这些关系的。但这种鬼话呀，在过去几十年真是非常的流传，非常的流传。但是你稍微认真一点，你看看这个世界的腐败，世界的这种利益这种关系，你应该有一点点常识嘛。但是中国的一老一少，他不讲究这常识，他就讲的意识形态。那我们现在过去几年，我们比较多的心力是在批评澳洲。为什么会批评澳洲呢？我就觉得澳洲就是一个一老一少的一个地方工业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起始的地方这个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启蒙的地方。但是你每一次去欧洲吧，你就会感觉到老百姓的日子不像传说中间那么好。没有像美国人这样的生活美国人也很艰难，但是美国人不会那么一个轻松的样子。我的很多欧洲朋友真的是很坦率的讲是算比较轻松的。那跟他们仔细去聊天的时候他们在给我揭开了欧洲的很多不能了解的、理解的政治的一些层面。所以我这几年是非常多的年龄批评欧洲，认为欧洲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危险的地方。虽然他们现在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障体系比这个美国要好老百姓的这个度假休息休闲也比美国好，不像美国这么勤奋。但实际上，欧洲你可以看到它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持续不下去的，它的原来的经济的品质、科技的品质是持续不下去的，尤其是它的政治积极的方面那种不仅仅是浅薄，而且它傲慢，而且它自以为是因为一套价值观就已经可以鄙视天下了。我觉得太荒唐了，太荒唐了。我在10几年前看到中国人发个这个照相机因为抽堆烟拿堆牙签在这个餐馆外面吹牛，说这个欧洲的这个什么这么有名的城市不是中国一个县城。我当时对中国人非常反感。但是我现在重新去这些欧洲地方，那些所谓的名城，那就是中国的一个县城嘛，或者就是一个省城，对吧？而且还没有中国省城的那种活力，中国县城的那种活力，那你傲慢什么呢？对吧？那我在这个俄乌战争中间极力批评这个欧洲，我在这个欧美的问题上面，我认为欧美会出现大的问题会出现很大的冲突。那我的朋友就是基本上我们很多朋友根本不可能的嘛，你这是相同的意识形态、相同的价值观，而且所谓的2战以来建立的秩序，我觉得这种秩序搞了多少年，很多地方证明是已经过时了，就应该被抛弃和改变了。那欧美之间的这个意识形态是不能维系你一个矛盾重重的这么一个关系。那我们这种讲话，很多人仍然是不以为然。一直到现在，
最近几个月以来，欧洲的领导人一个一个跳出来说，我们不行了，我们真的要完了。2月9号就是早几天吧，2月9，今天是12号、11号、12号吧，对不对？就早几天，这个法国的这个总统这个马克龙同时接受这个6家还是7家媒体采访，主要就是讲欧洲现在进入了紧急状况，欧洲现在出现了非常大的危机，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产业会完蛋，整个的经济体系可能会崩溃，因为你现在的经济发展不如美国增速好，你的科技发展你根本不如中国好。英国经济时报曾经有一篇文章说过，我们什么都没有中国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我们中国什么都有，你这不是很恐怖吗？对吧？那么现在的这个欧洲的一些民调显示出来就更加荒唐他们把俄罗斯变成第一号敌人，就是历年在此。一个欧洲，你天天把俄罗斯变成敌人，你不跟俄罗斯搞好关系，你不是神经病吗？然后第二个敌人是变成是美国，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能力跟美国去斗美国的军队都驻扎在你欧洲对不对？马歇尔的计划就是深刻的把你枪死的这个地方你们还在那玩北约。你看那个北约秘书长，几个秘书长都是小丑不是小丑，是小丑中间的极品还有那个欧盟的那个主席和现在那个外交部长，对吧？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他在讲中国人权，讲中国这个和那个，把中国也变成第3号敌人。你和欧洲把俄罗斯，把这个美国，把这个中国都变成敌人，你还怎么混呢？你这个世界上还怎么活下去？一些欧洲的一些小国自以为是，对不对？比不上中国的一个大的城镇，你叫什么叫你北欧也是一样的，对吧？你叫什么叫喊什么喊你自己把自己的经济搞好。马克龙当然他现在很糟糕，他现在的这个也混不了多久了，好像还是10几个月吧。他自己本身在那喊这个欧洲要紧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讲的当时是对的，欧洲应该警惕，因为欧洲不是没有资本欧洲是有资本的，只是说把这个资本变成了一个傲慢的本钱。然后马克龙这个自己的民调很低，对吧？我觉得欧洲没有希望欧洲没有希望的根本的原因就是他这个意识形态蒙蔽了自己的眼睛他的傲慢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不要说是去这个亚洲一些国家，美国这些国家，那你就去拉丁美洲，有些地方也比欧洲现在呈现出活力中国如果要继续学欧洲的话，中国就完蛋了。中国现在已经在学习欧洲里面可以说是超越出来了。当然，我不是说欧洲完全没有学的，还是有学的，但是呢，就是说要整体上学欧洲会完蛋。这样一个国家体制，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这个在过去20年前、10几年前或者30年前，中国觉得还是应该学欧洲化。现在欧洲就是欧洲不是今天糟糕，欧洲是未来糟糕。它正在消化它的最起码的一些能量。所以我看了这个马克龙这个讲话，昨天是经济学头条流量看的很多就是说整个欧洲进入紧急状况。如果欧洲能够警觉起来，首先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后了，不是进步了不是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能够保护你，我认为欧洲还是有希望的。但是只要是在冯德莱恩和现在的这个还有什么那个凯尼斯是叫卡什么东西他们的外交政策，只要是这帮家伙在主导，欧洲就没有希望，一点希望都没有。但是欧洲的好处就是欧洲现在已经警悟出来，欧洲有了问题，这就是希望。就像当年中国认为自己有了问题，他就会有希望，他有改变。这就是我在欧洲还没有完全绝望的一个地方。但是不像日本，日本就是完全是昏了头
昏了头啊！这次还把考试搞成那么高的选标，有的人亢奋的不得了啊！有的尤其是我一些朋友在日本亢奋的不得了，你们亢奋什么啊？你去看看日本那些所谓偏僻的那个城镇什么样子，已经堕落到你那个东京、大阪，人来人往，有几个挣了钱，对吧？老百姓这几年过得多么艰苦，诚实一点的，不要你在中国打了几个钱，就以为可以到日本去享受日本的你所希望的品质生活。我告诉你，中日之间关系不好，你在日本的中国人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你不要以为日本会保护所有的汉奸，只会保护一部分汉奸，几个汉奸而已。中日之间还是要追求和平，而不是追求内力。你就是把美国拉下水，你也对付不了中国。这就是你要应该明白的点，而且呢，政治会要你智慧。所以我希望日本人是保持清醒头脑。你们学习欧洲已经让自己付出了惨痛的教训，几乎是灭国了，现在还要搞这一套，想把美国拖下水来对付中国。你去看看美国怎么对付中国的，你去看一看，你将会看到今年会有4次领导人的见面。世界的局势已经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开始警觉，这是好的事情。美国就是已经非常恐慌了，所以美国现在正在产生很大的变化。那中国之前是完全落后了，30年就是不断的追求进步的，对吧？不断的追求这个演变的。日本你还认为自己还是日本，你不是最后30年，是为了没有30年。好了，小杨。感谢和平先生的点评以及补充。那昨天啊，其实南华早报就有一篇报道，是关于4月西川会面的更多的细节。那南华早报的报道就提到，北京正在确认跟川普4月访华的安排啊做确认。那市场传说啊，不是传说了，是引述消息人士，那两边可能会把现在的贸易休战再延长最多1年。那综合来看啊，那无论是中国这边我们不说了，我们说美国这边，就在川普和习近平这个4月初的见面之前呢，其实美国政府有搁置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关键技术的安全措施，包括针对中国电信公司在美国开展业务，以及限制美国数据中心购买中国设备等等措施。那美国还暂停了禁售TP-Link。中国电动车，中国电动卡车以及电动巴士的措施。美国是有中国的电车的，是局限在一些电动巴士电动卡车之上。那我也见过。那么这是华尔街六度我们跟大家聊一聊的内容，那就是现在中美之间似乎都在为4月的这场峰会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对，昨天的财政部长拜登部长台北讲了，这个中国履行这个合约履行的不错，而且他会跟何立峰继续的这个见面建立更好的沟通和合作关系。他说，因为中国的这样一个行为对美国的经济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而且呢，他认为2026年美国的经济会非常强劲。当然，如果中美之间不这么自耗，不到这么互相伤害，那不仅是对美国经济有好处也对中国的经济有好处。不过中国现在有一点比较害怕美国，万一你翻脸，你换了一个领导人又会变，所以中国还是非常小心的，是自动的降低被美国牵制的一些力量，而不是的只看到美国跟中国投稿。其实中国也是在有些方面不像受制于这个美国，比如说国债方面，那中国就一直悄战略性的撤退对吧？现在的中国的这个买美国国债一直在稳定的下降之中也可见中国人是在做出某一些准备感谢和平先生的点评以及补充。那关于这个华尔街六度我们也就先进行到这里。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的第一大话题。第一大话题是这个酒店。华尔道夫酒店呢要出售了。
一说到酒店啊，尤其是那种上了年纪的酒店，历经时代变迁的酒店啊，这样的历史建筑往往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住进这样的酒店啊，你会和历史人物交错。那在我自己的印象中啊，那中国也有类似于纽约华尔道夫这样的酒店。那属于什么样的中国酒店能够和纽约的华尔道夫齐名呢？那在我的印象中，我想想看啊，北京饭店，上海的和平饭店，以及这个天津的利顺德大饭店。我记得天津利顺德大饭店有一个孙中山套房啊，就是孙中山曾经下榻过2、3次的地方。这个天津的利顺德大饭店啊，我好像看过啊，你住这个孙中山套房还不便宜。好像是得有这个万把块钱住一晚，那真的很贵。这是天津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饭店。那回到纽约华尔道夫酒店，那你同样啊可以在华尔道夫酒店和历史上的人物啊有这样的一个同地不同时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经历。但是啊，这个华尔道夫酒店啊，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在经过好不容易天价翻新，好不容易重新开业之后，中国的业主准备把它卖掉了。那华尔道夫酒店在纽约曼哈顿中城的公园大道，那占了整整一个街区，那就是前面一条街是它的，后面一条街也是它的，那算是纽约最有名的老钱酒店之一了。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具有历史积淀的酒店。它是像一张这个纽约城市的名片，或者说你可以说它是美国酒店的名片。那在12年前呢，一家中国保险公司用接近20亿美元买下了当时有1400间套房的华尔道夫酒店，创下了当年的这个新闻焦点，也是当年最贵的酒店交易之一。那个时候啊，很多中国资本就特别爱买这种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资产，那也是中国资本不差钱，那就想要全球地标，认为放久了一定升值。那这个酒店后来一关就是8年，进行了一个这个彻底的大改造，原来的1400间套房硬生生改成了更小更精致的配置。那么从1400间变成了375间客房，372套公寓，像餐厅商店啊，各种配套设施啊，也跟酒店一起打包出售。公寓是继续单独卖的。那么这个华尔道夫酒店的改造工程，堪称美国史上最为复杂也是最昂贵的地产改造之一。正因为又复杂又昂贵啊，不但比计划晚了大概5年，成本超支10亿美元，整体算下来，中国资本买楼花了19.5亿，那再加上施工花了20多亿，总成本超过40多亿美元。那听好数字啊，那这40多亿美元砸进去，8年之后，终于在2025年的秋天重新开业。之前的华尔街论坛，我们特别跟大家聊过华尔道夫重新开业的故事。结果几个月之后的现在啊，华尔道夫酒店准备挂牌出售。其实华尔道夫酒店过去这12年的沧桑变迁啊，那和几个关键的人物有关。第一个就是当年买楼的安邦保险老板吴晓辉，那后来被中国有关部门逮捕，黑头发变白头发，那审判罪名包括非法集资啊、滥用职权等等。那之后的安邦保险被接管，变成了国资背景的机构来处置资产。那华尔道夫酒店的翻新自然变成了北京政府的官员在盯着推进。他们一边继续把钱砸进去完成整个翻新的过程，一边也在盘算我到底是卖掉或者是找合作伙伴。预计啊，在3月，那华尔道夫的业主就会通过地产投行开始对外推荐华尔道夫，准备出售。那价格嘛，至少是10亿美元以上的级别。当然了，这笔买卖啊，大概率卖不回全部成本。业主不指望把40多亿全部拿回来。大家可能会很好奇，为什么啊他们砸了这么多钱呢，还敢在这个时候出手啊，不捂一捂？因为纽约当前的市场环境是真的不错啊，他们
认为自己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出手时机。因为纽约的奢侈酒店呢，奢华酒店这几年真的非常的火。那去年啊，在纽约那豪华酒店平均每晚超过$580一晚，那换成人民币，4000多人民币一晚，那还不算服务费啊，那还不算税。这些价格都是历史新高，也就是说啊，中国的业主认为你现在的行情好啊，你不如赶紧出手。那么潜在买家会是谁啊？这种体量的资产啊，那除了中国之外的这些普通富豪，那可能真的不一定能吃下，可能也是其他国家的国家队级别，像中东啊、亚洲的这些主权基金啊，或是外国政府背景资金。很有可能是卡塔尔政府，因为卡塔尔基金已经在曼哈顿拥有了这个圣瑞吉和广场酒店这种顶级资产。这样的买家，他们可能买下华尔道夫酒店的初衷啊，也和之前安邦保险他们吴晓辉买下的是一个目的啊，就是冲着地标来的。那么华尔道夫这笔交易呢，其实大背景是中国资本的持续撤退。那这几年啊，中国业主在美国持续撤退式卖资产啊，这个中国业主我们不是说的普通个人，不是说的这个平头老百姓，我们说的是这个带有中国政府背景的资本在美国持续撤退，而且是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之下呢，这样的撤退潮还在继续。那更夸张的是啊，不止华尔道夫，那他们还找了这个地产公司去打包营销一串美国豪华酒店。那不只是华尔道夫，还有这个中央公园旁边的 JW 万豪、埃斯克斯 House， 还有这个华盛顿特区的四季酒店等等。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当然了，我们在这个话题一开头跟大家说了，像这样的华尔道夫酒店，你住进去呢，你会得到一种和很多历史人物啊同地不同时的一种很奇妙的心理上的感觉。在华尔道夫纽约酒店啊，也住进过很多的历史名人，比如李鸿章，也有大家更为熟悉的这个王岐山。那么在这个话题里啊，我们也得请何斌先生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王岐山住进华尔道夫的一些奇闻异事。中国的海外的这个投资啊，出现过一个疯狂的阶段这种疯狂的阶段就是有3大人物啊，一个就是王健林，对吧？王健林就是说全世界这个就是哪里有什么东西就有我们什么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他好像可以买下世界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吴晓辉吴晓辉是这个邓小平什么什么生女婿啊什么玩意的。王健林也是个什么高干子弟啊，父亲当过什么副省长还是副主席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海航这个是2个人，一个陈峰和王健，也可以算成每一个人吧就是说3个这个势力啊，当时候是全是到处买品牌哪个东西有名，哪个东西有品牌价值就买下了。好处就在于呢，有些品牌确实是有价值，所以你不能说这3个人完全是胡来。但是这3个人整体来讲是胡来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拿的钱不是自己的钱，不是他们本身是一个市等的富豪，而是拿了银行的这个钱在玩中国政府，玩中国的钱。那么这些品牌这个后来的这个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变化，这些品牌的价值有的就是越来越贬低，有的是这个经营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王健林的很多的资产他已经出售了一些嘛，对吧？那么陈峰和王健，陈峰是这个被判了10几年还多少年，装神弄鬼的一个家伙。这个王健呢，是实际上海航的真正操纵者。那早些年在这个法国吧，是意大利，是在意大利是吧？就是应该是在法国是在法国对，我一个意大利朋友曾经就看过，在法国一个什么地方就是
他死掉了嘛，在那个地方。那海外当时就是满网都是胡言乱语啊，编造了各种各样的根本不存在的一些事情，根本不存在，可以说是。但是网上喜欢听这些八卦嘛，什么这个暗杀那个暗杀要往进死啊，什么玩意的，受众水平是很低的。但是呢，这个讲者的骗术呢，就是根本没任何的这个东西的话，真的和假的完全跟你混在一起，糊里糊涂的啊！我只是跟大家讲，王静的死亡我是了解点情况的。当时我跟大家讲，在某个合适的时候，我跟大家在讲，但是当时王静的遗体运到是西雅图吧，这个还有一些经过我们的网友是很多都是在亲身现场。所以，但是在那种巨大的舆论的风暴之下，我们讲这个也没什么意义，不想进入了这个争论中间。那么，当然吴晓辉嘛，这个华野道夫他也是一时疯狂。有一次在华野道夫跟这个库什拉吧，是跟库什拉一起喝酒，对吧？简直就是觉得这个美国万岁，自由万岁的，自己的这样的喝多了酒酣。因为美国给了他巨大的机会，可以接近这个总统的家人，对吧？但是实际上，吴晓辉当时就已经非常非常糟糕的情况，所以我们当时报道说吴晓辉有问题，吴晓辉还不同意，他不承认。通过他的这个公司的人还跟我们打交道说我们报错了。我说我们当然知道你吴晓辉在名单上嘛。王健这个陈峰都在名单上，包括王健林呢。现在王健林没被抓，是有时候这个纪委系统是因为考虑到你这个家伙，把你抓了以后，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更糟糕，所以把你放在外面，对吧？但是并不等于王健林就安全的，是不是？这个中国在官场上很多中国，当然王健林也可以扯一点关系了。所以他那个傻孩子，就上招下调，我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对吧？这个先不主管这个东西来讲，吴晓辉这个事儿，吴晓辉买的这个华野道夫酒店当然是有品牌价值，问题是你值不值钱？他当时就想把它改进成为一个高级公寓，因为你搞这个酒店管理成本很高这个挣钱还不如卖给这些有钱的人，所以他准备把它改进成为一个就是说私人住房酒店式管理为主的这种新型公寓，价格昂贵，对吧？反正有钱人，很多人有钱呢，再大的一个问题，他没有地方花钱呢，所以嘛，这是豪华公寓也是一种投资，也是一个身份的一个象征。但是这么一搞，吴晓辉一进去，中国政府就实际上已经接管了吴晓辉的这家公司，所以现在直售中国产品的已经不是吴晓辉，而是吴晓辉的这个中国政府的接管的领导小组什么玩意的，就等于变成了中国政府的这个资产。那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比较详细就是说，因为那个组织他是个搞房地产的一个报道，所以他很了解这个情况。这个华野道夫装修就比原来推迟了5年，就多花了5年时间，装修的费用也超过预算了10个亿。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买的价钱，刚才小林讲了一下，不知道多少钱，买的价钱会怎么样？因为有时候还是可以挣钱的，但是有时候就是一个大的黑洞。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华野道夫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厚重经过吴晓辉这么一下搞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新型的翻新的酒店。你提到酒店翻新一下可能还可以，你华野道夫酒店一翻新，就把那些历史人物的味道全部都翻掉了，对吧？李鸿章咱们已经很遥远了。那你就说现在的这些中国领导人，什么胡锦涛什么这个江泽民江泽民有时候是住这个酒店，有时候住广州酒店这个不太远的地方，也是不太远的地方在五大道那么这个郑州公园附近广州酒店，那么这个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很多什么朱镕基什么，反正中国领导人也是认这个牌子这个华野道夫酒店。所以后来要中国人控制了的话，那个美国一些政客出来讲，哎呀，那你以后中国是不是会在华野道夫装什么东西对不对？你住了个酒店都会担心原来是美国人控制的。
对吧？那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啊？当然应该是这个胡扯了，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但是讲起中国领导人住这个房子啊，那跟华尔道夫有关的丑闻就很多了啊。我有时候之前跟大家也讲过啊，可能有的网友知道，有些网友可能不知道。你比如说李鹏啊，李鹏住这个华尔道夫酒店呢，他这个美国住酒店他都有个习惯嘛，给大家一点点小费嘛，对吧？一般你住普通的酒店给3块钱，以前是1块钱，现在是给3块钱。你住个汽车酒店，住个一般的连锁店是3块钱啊。那你住稍微有一点的新气的酒店啊，比如说3星啊、4星，你是给5块钱或者10块钱。但如果你住5星级以上的酒店，尤其是华尔道夫这个酒店，一般是给20块钱，就是说给那些打扫卫生的人。甚至可能有时候你碰到什么中东王子，给个几千块、几万块也可能，那个都是传说啊。一般来讲是给10块到20块。那么总统套间啊，那么当时中国也经济比较困难嘛，所以呢啊，这个礼宾室的人就放20块钱美金，放20块钱美金。哎，结果后来这个因为你住在礼宾室的人，他要复查一下嘛，就是说这个这个钱有没有拿走，或者是这个照顾的怎么样，房子啊打扫的怎么样？结果发现这个20块钱都不见了，不见了。这个就是大家觉得，外交部的人也觉得这个是不是谁就把他拉走了？外交部自己的人，对吧？或者警卫局的人。哎呀，结果搞半天查半天，后来才发现这是李鹏的老婆拿走的助理。他可能搞不清楚状况，知道吧？他就以为是李律师给他的零花钱。那个时候20块钱美金还是蛮多钱的，对吧？不像现在，中国人现在哪里看得起20块美金的？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王岐山，王岐山那个时候是副总理啊，跟着这个吴锦涛到这个美国访问。那么当时有几个级别跟他差不多的啊，这个老老实实跟大家一起吃饭啊。王岐山呢，那个是政治局委员啊，这个副总理，但是他要求是这个房间也很特别。第一个是要求把床垫或者床板给换掉啊，就是他没来就提出这个要求。那外交部那也没办法，那就只好跟华尔道夫酒店商量，说我们临时换掉这个床垫床板，特别准码的这个床垫和床板换掉。这个是王副总理这个的特别要求。所以王岐山一进来，这个华尔道夫酒店往床上一睡，就开始骂你了，你造化骂。说这个床垫怎么还是那么软？我不是讲了要增硬的吗？对吧？里边是个人只好在旁边老老实实、傻乎乎的说我们已经买到的是增硬的。谁知道这个王岐山喜欢更硬的，他们买不到啊，对吧？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很搞笑。那其他人呢，比如说民计官这些人呢，都是跟着代表团一起就是吃个什么东西宵夜工作餐都不可能有什么大吃大喝的啊。但是呢，王岐山就要跟胡锦涛一样，要把饭菜送到他的房间胡锦涛是不跟大家一起吃饭的，是在小房间里面吃饭，自己的这个套房里面吃饭，也不是小房间了不会跟大家一起吃饭。那王岐山也是这样都是送进他的这个房子，一送进房子一吃完饭，对吧？就开始抽烟，一抽烟，整个警报小人知道吧？美国的酒店里面都有这个，就是说不抽烟是基本常识，而且它有这个警报器所以马上警报器就响了。哎呀，搞得大家非常紧张，不仅是警卫紧张，那华尔道夫酒店紧张你再想几下，就马上整个的酒店都要进入紧急状况，对不对？你还有胡主席住的这个地方，他是真正的国家元首，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我对王岐山没什么好印象的原因，就是说，我一些人太认识王岐山，在王岐山当年在西北大学读书，在知青里面怎么混
后来又是在中南海骑这个摩托车，对吧？啊，到处是上上下跳，然后装出一副这个可以搞什么什么事情的人，对吧？其实就是个痞子但是痞子，中国的政治，它有时候就给了一些痞子的空间，因为你装神弄鬼嘛，有些痞子，对吧？读了几本书这是文痞，还有的就是官痞，对吧？有这个关系和那个关系，可以这个上上下跳可以那种关系。当年窦元生让王岐山在中央有什么农村研究室混，那也是窦元生这个想拍这个中央的马屁嘛，想拍这个成人姚月玲的马屁嘛，让自己能够保住这个东西嘛。哎呀，官场这个东西乌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现在王岐山也完蛋了，对不对？昨天我们也讲了他和这个蒋长良和易连红的关系，哎呀，就是这些东西他已经插不了手了也只能是这个天天穿斗这个布鞋都睡意在房子里面这个胡扯找几个哥们的胡扯，也没有什么他的胡扯的了。我只是觉得荒唐，就是王岐山这个人这样一个乱七八糟的人，他就抓别人的腐败问题，简直笑死我了就像这个温家宝一样的，对吧？这个满脑子满刀如肠，对不对？然后无话讲的是普世价值，装模作样，对吧？跑到温泉大地震的时候那种样子。中国的这个政治它跟西方的政治不一样这个表演的政治只能骗这些80年代好语症的人中国像温家宝这样的人，王岐山这样的人，幸亏已经过去了中国的新的一代政治人物应该是少一点这种脾气，少一点这种虚伪。感谢和平先生的点评以及补充。那关于这个话题还有很多历史呢可以继续发掘。那今天受限于时间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只讲到这里点到为止。接下来把目光移回到中国。那今天北京时间的2月12日那在中国有这么一条新闻，我们先跟大家补充一下这个新闻的背景。那是2月12日王小洪出席会议，要求坚持中共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那这是一个王小洪在中国全国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会议上的讲话，那核心就一句：公安要把绝对领导和纪律规矩放在第一位。但是同样在这个互联网上，在这个中文的社区上有人提到王小洪可能要退下这个公安的一把手，退出刀把子的这个执刀人行列由王忠林接任。那王忠林是谁王忠林是这个中共20届中央委员，是现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在2024年12月才刚刚接替王孟威出任湖北省委书记。那这个传说要来接替王小洪的王忠林有一些特点，他的仕途中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常年在山东政法系统工作，从1984年在枣庄市公安局从基层做起，历任政治部副主任，这个山亭区分局局长交警支队支队长、政委等等。那后来是转到了地方党政，做过一直从这个枣庄市德城区区委书记一直做到了济南市市委书记。那在2020年2月因为疫情的原因跨省调任湖北，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在2021年升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湖北省长，在2024年底升任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有政法背景，但是呢，离开公安系统已经有很多年，在2010年之后，主要是在党政主官岗位，现在是正部级的省委书记。如果说我们说这个传闻成真，那如果真的调任公安部长，那是属于跨部门的高层调动，所以这是很少见的一幕。
这样的一个消息啊，我们作为一个话题，所以得跟大家聊一聊，是不是在春节之前啊会出现这样剧烈的人事变动？那不知道何斌先生有没有关注到这条传闻？嗯，我注意到了，王小红啊是习近平可以说是最亲近的人之一啊，从福建上来，两个人关系就非常的好啊，甚至传闻呢、这个习明泽小时候经常是王叔叔带他玩，因为他爸爸比较忙嘛，甚至也有人说王小红就住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楼房的楼下。是尽是为了保安，也是为了什么什么东西，所以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亲近啊。王小林一路后来调到这个河南省当政法委书记，是公安厅厅长，然后再到北京市，然后一步一步现在成为公安部部长。那么他如果这一次被换下来是什么原因？那无非不是几个原因吗？第一，这个年龄到了啊，是不是应该退休了？第二，是不是他在管理工作中间出现了某些问题，比如说提拔人才啊，公安部的这种福建进去的人是不是太多了？公安部这些进去的副部长自己家人是不是也有不干净的？王小红应该有一些政治责任。第三个情况就是王小红生病了就是说身体可能很难以支撑。那现在我也不知道具体哪一种情况更准确，但是我也能够讲的就是呢，从我们已经所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个生病的几率会比较偏大一点只是说现在还没有到一种说马上就要完蛋，所以还可以在12号可以跟大家讲话。那12号要讲话也证明了一点，他现在政治上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抓住什么什么真正的这个问题，应该没有什么抓住的问题。那王小红，我跟大家也讲过嘛，就是习近平对他的信任的程度。说习近平这个回到中南海，他住在什么什么地方，那大家都在那门口等着嘛，站在那个地方，王小红也站在中间嘛。这是习近平把窗户摇下来说：“小红，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这虽然是一个传说，也反映了他们亲近的这个程度。我们所了解的王小红是一个还是非常谨慎、非常认真、勤勤恳恳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偏向他没有出太大的事情但是公安部会不会出一些事情呢？我觉得公安部就习惯于出事的一个部门，长期以来最不稳定的部门就是公安部，但是现在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是因为经过了几轮的这种调整清洗，现在公安部已经牢牢的控制在这个王小红手中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公安部本身的问题不至于那么非常大至于搞掉一个什么副部长、两个副部长那倒无所谓的，也是应该的不可能公安部副部长里面现在都纯洁没有问题，我相信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整体公安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王小红已经掌握了相当长的时间，他已经安排了一些梯队在公安部里面去这个作用，所以我从目前来看，比较倾向于更大的可能性是身体出了某些问题，在动手术或者化疗或者是过程中间是不是暂时就不要担任这个职务？当然，他的书记处书记还在嘛，对吧？或者说如果身体治好了他再成为政治局委员，成为政法委书记也是可能的。但是暂时在公安部部长没退下来，看看这个身体的情况。但是宣布，现在因为刚刚开完人大常委会吧，可能不着急一下子宣布嘛。他有时候就先担任职务，再去看，比如说先担任公安部党组书记就是王正林了。那王正林，我们一些网友对他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在山东嘛枣庄那么一个好像是铁道游击队就那个地方嘛就是一步一步爬升上来。那这个是习近平比较喜欢的一种官员方式，因为他自己也是从基层没混上来的，所以他对有基层经验的官员特别有好感。而且王正林担任过2个省市的省叫什么省级市叫直辖市省
就是叫都市吧，叫什么省会市，省会市的这个市委书记，这是比较罕见的。因为一般当一个市委书记，你就马上下一步就是副省长、省长，基本上按照这个安排的。因为你能够管一个省会市啊，那就等于是这个各方面的能力都需要，既要磨合好跟省委省政府的关系，又要好统合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盘子，所以一般来讲，经过这个历练的人都会升上去的。那王振宁就更不一样啊，他从济南到这个武汉呀，当时临危受命，对吧？临危受命，在临危受命的这个过程中间，他的能力、他的考验，就成为一个今天能够升上去的很重要的基础。那个时候传闻呢，王不是传闻，就是王振宁讲过什么话，什么要汉人民要感激政府啊，什么玩意的，对不对？那个时候一些媒体就猛烈抨击他，我也觉得很奇怪。如果你政府做得好，就感谢政府也没什么嘛；党做得好，就感谢党也没什么。什么时候养成了一个毛病，说政府只能拿来批评的，人民就是这个大爷，政府就是公仆，对吧？好像干什么都应该的。我这些东西都估计这些年这些调调非常非常之多。如果党做得好，你感谢党，难道不应该吗？对不对？任何人给你做点什么事情，你多一点感激，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要感谢政府，感谢那个就是被批评为还跟他的马屁，还政府马屁，猛烈抨击，天真。当然，这个对于王振宁来讲，市场没有影响。你们骂的越狠，他可能被习近平得到的信任程度就越高。那么湖北跟其他的省份一样的，都是乌七八糟形成的各等派系，中央也不断的插沙子，不断的来变改，那整体来讲是很难搞定的。王振宁通过这几年，对吧，把王岐山的势力也好，把当年的一些湖北的势力也好，慢慢给清除了不少。他的工作能力可能是得到了习近平的认可。那至于他不是公安的人，现在成为公安部长，这个根本不是个问题，因为公安部长就应该搞政治任命，也不一定是从公安系统里面出来的。当然，有了公安系统的一些基础是有利于你掌管这个公安部的这个情况。但是，不论是公安部也好，什么国安部也好啊，什么这个军的也好可以说是跟过去大大的不同没有那么神秘。没有那么牛叉那么我们等一下讲军队的时候也可以讲到这一点我这个王忠林这阵会不会接公安部长王小红是不是真正退下来1-2个月大概就会出来了，但是这不还谈。在目前看起来我们只能说在目前看起来没有得到任何信息，这个里面是权力斗争。后来王小红是不是又给了胡锦涛踩在一起，跟这个习的大秘书一样的，结果把自己牵扯进去了？王小红似乎是没有听到这样的传闻，如果有这样的传闻，我们很快会跟大家播报。这样，感谢何斌先生的点评以及补充关于王小红受限于时间，我们也就先聊到这里。接下来还是借新闻借这个分析文章跟大家聊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在2月11日，其实昨天北京时间的2月11日呢，在新闻联播里有这么一条新闻，讲的是这个习主席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8·1大楼以视频检阅的形式呢，和中国各地区的这个部队基层官兵进行一个视频的春节问候。那么这是昨天的一个重大新闻。那很多人认为这是这个习近平选择继小年拜年不出北京之后习主席也选择在8·1大楼以视频的形式进行这种对军队基层这些部队的一个问候。其实过去5年习近平有亲自去过一些这种部队基层，也有只以视频的方式检阅部队战备工作。比如说2025年，2025年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习主席呢是
亲自前往这个北部战区机关视察有时亲自去接见官兵代表这个物是人非当时的照片上还有张又侠2024年呢，习主席也是亲自去视察慰问，驻天津部队接见官兵代表。2023年，当时可能是因为疫情或是其他的原因，那习主席呢也是没有亲自去，他是在北京的8·1大楼以视频的方式检查部队战备工作，慰问部队，没有明确到基层部队的记录。2022年在春节前也是类似以视频的方式进行慰问或检查，这是过去几年并没有形成一个惯例或者是并没有形成一个趋势有时候亲自去，有时候不亲自去。但是这一次我们结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发表在这个外交政策，讨论的就是习主席是不是建立了一支永远无法被习主席信任的军队。我们都看到了1月份的人事巨震2位中国人民解放军顶级的将领相继出事，中央军委一下瘦身成功止于2席。那过去2年被查的高级军官数量非常的多，连现役的上将有史可查，也倒掉10几位。但是这篇文章他做了一个对比，什么对比呢？就是习主席对军队动刀比对地方和文官系统更狠、更快、更系统，尤其是把军委这个最高指挥中枢清洗的特别彻底。为什么军队受到如此大的一个高压，如此受到一个可以说特别对待？不是说军队更贪，而是你去相信一个军队的信任成本更高。因为在文官系统里，大家都知道有没有问题是一回事，那查不查是另一回事，关键看中南海愿不愿意去动。但军队不一样，军队手里握着更敏感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指的是信息执行力、武器调动。那一旦这些中间环节不完全可靠，叫什么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那最高层就会觉得非常的不安全。文章就认为，与其说这是传统意义上的集权更像是一个强化版的威权。那在数字时代，用技术组织纪律把管控做到更细、更严、更集中。我记得以前有报道说这个习主席特别喜欢对于一些细微的部署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犹如这个蒋介石机关枪向右移5厘米。那文章就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不太像毛泽东时代全国性的大动员也不像斯大林那种靠秘密警察随意消灭对手的恐怖统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把社会控制做到更精密，把官僚系统拧成真正的一股绳，把宣传和政策统筹的更为集中。那习主席最想改造的可能不是普通人的人性，而是他所控制的党内尤其是军队这个系统。那中国军队内部的权力设计，2014年以后有一个叫军委主席负责制，那就是军队所有的事最终都要对主席负责，权力要高度集中。那忠诚的终点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组织，而是具体到一个人。但是文章也说这个设计里有一个天生的矛盾。那如果形式上要求一切统一到主席个人，但是现实上作为一个人类那主席不可能亲自每天主管训练、作战、战备、装备、改革这些极度专业的细节。那么怎么办是不是只能靠代理人，也只能靠副手、靠军委副主席这群人去维持日常的运转？那主席是做出最终裁决，副手负责执行落地。但是一旦以这样的形式执行，那风险也出现了，因为你希望代理人是一个办事员，你希望他把你的话原封不动的进行落实。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传递那一定会出现一个
叫做误差啊，一定会出现一个误差。代理人有专业能力，他当然也有解释权，命令怎么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哪些先做，哪些后做。代理人可以以自己的专业判断去进行原文的阅读理解，然后再进行转述。这样的一个转述和阅读理解之后的重新解释命令啊，它并不是故意对抗，但是主席可能就觉得他们可能是觉得主席的想法不太现实，于是表面照做，可能实际做法悄悄改一改，让结果偏离了主席的意愿。这就是这篇文章讲的一个系统一个逻辑。一旦代理人长期掌握了执行权，那很可能就会形成自己的圈子和人事网络。哪怕任命在主席手里，那代理人依然有一些这个决定性的权利，比如说推荐权、事实上的否决权，以及在其他分管领域的一些话语权。那网络一旦形成，就会出现一个次级权力中心，而这对于一个追求绝对直达100%信息原文传递的体系来说，那肯定是不能容忍的。那你发出去的命令中间多了几道环节，那么你看到的信息可能就被过滤掉了。那么干部的忠诚可能是更忠于提携他的人，而不是忠于这个军委主席负责制的负责于一人的这个人。那么文章就解释到，那很多的反腐触发点可能真的不是他贪了多少，而是最高层突然意识到通道被代理人占住了，真话听不到了，命令不完全执行了。那么在这样的体系里选择就很少了，那只能以反腐的旗号出手，把人拿掉，把网络拆掉。那像张幼霞、刘振利这样的人出问题，可能不只是个人道德，而是他们身处的这个位置按照现行的逻辑系统运作，那一定会出现问题。这就是这篇文章想给大家描述的一个权力悖论。这就是这篇文章，不知道和平先生有没有看到这篇文章？我们在研究这个全球各个区域里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有些区域里面不同的文明、不同的部落甚至是不同的国度，这种也变成了一个大的国家，一个大一统的一个政治体系。而在有一些地方，即使是相同的这种文化甚至相同的价值观，他们这种都没办法完成统一，而是分裂成了很多的中小国家。什么原因？是文化的原因，是地理的原因，是一个高土的原因。其实不论是哪一种原因你这种发现有一点是最为关键的，就是信息的传递。就是如果你在一个根本不能沟通的地方，你一个信息要传递几个月再传递出去，别的地方也要几个月你才会知道这种情况，那你就很容易会产生误判，很容易出现叛变，很容易发生就是这种以这个个人名义完成了这个原来的统一体的分裂。这就是我们在看欧洲历史，尤其是我现在特别注意到的这个拉丁美洲的历史，它为什么同一个殖民体系里面它没有强大起来？没强大起来。其实刚才小杨讲的一个东西最开始就讲了，习近平现在是开视频会议，他已经不是去一个部队或者是什么什么去传递这种信息了。这种信息的方式的一个改变就是让中央军委主席的这个命令更加就是等你中央副主席这个代理人或者是什么政治工作部或者提到代理人都不需要了，你们直接听到的就是习主席的讲话，对不对？它中间慢慢就降低了这个信息的这个不同层次的信息的这个流传过程中的扭曲，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中国为了就是在这方面，它实际上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后来的文化主要是讲他浑水抗虞暴政那个暴政能暴政到哪去了？
焚书抗日都抗了几个日啊，没几个日啊，那跟战争时期死掉的人那少太多了。用焚书抗日，用暴政来解释秦始皇的统一中国是本质上的一个错觉。秦始皇统一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能够及时的把信息和标准传递到秦国各地。那习近平现在的统一的方式，用现在这种西方或者是海外或者是我们嘛，包括我这种人，动不动就会讲中国是什么威权体制啊，西方是民主体制啊，这都太过时了，太过时了。现在要讲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现代管理体制，就是说你的管理是不是现代化，能不能让你的信息更准确传递出去，让你的决策系统是经过专业层次的讨论，而不是简单的你是个总统，你是个主席，你就可以完全一意孤行。中国的决策体系恰恰不是这个样子，中国的决策体系恰恰不是威权，中国的决策体系恰恰是有专业层次、有部委、有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一种互相融合的一个优化的结果。你开那些会啊，你觉得很荒谬，对吧？我认识一个省委书记，他早一些你退下来之后，他说：“哎呦，我幸福死了，为什么？我现在要练书法了。为什么要练书法？”他说我一辈子就是做的，因为从一个会场到另外一个会场，就是人一坐有几个小时。我现在真就可以站着写字了。那当然是开玩笑，但是这个里面反映一个什么问题？是中国的这个决策，你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感觉到很荒谬，很荒唐。这些领导干部怎么这么糊涂啊？或者领导干部怎么那么保守啊？但是呢，你要跟西方这种表演式的政治你相比较，你就会发现，中国的这样一套决策系统，它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严肃的，相对来讲是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的。它跟西方的这个不太一样，西方它需要考虑到民意，它需要考虑到媒体，它需要考虑到它的这个表面上的利益的平衡。哎，中国呢，把这一种给拉掉了，他们开的都是黑会，对不对？都是在那讨论这个地方出现了什么事情，公安厅你怎么看呀？这个事情出来什么事情，你劳动厅怎么看呀？不能说这些领导干部都是好人，或者说他们都很有脑袋，不能这么说。但是他们来开会的时候，他都会带到这个我们研究室或者是什么具体负责的人，他也摸了一个底。所以他每一次开这个决策会议的时候，是相当具有现代台政的管理方式。只不过是你用这个词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这个里面很多当官的也是真的是胡闹，也是有的保守。但是整体来讲，它的决策体系是经过了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有兴趣的审耗，有兴趣的审耗。而现在的管理方式大概就改变了这一点，视频的方式这种及时的这种沟通的这个程度是完全跟之前不相比的。中间的层次和代理人的层次，即使在决策系统里面是降低了。中国实行中央政委不再是根本不是什么威权，就是任何一个现代的国家都应该绝对的，没有任何含糊的抓这个军队。你们这些什么将军什么这些人都是在这个体制之下，你不能有任何的逾越这个军委主席的这些逆行。那张又侠和刘正利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就是一批官痞，或者是一批兵痞。他当然是不会去反习近平，也不会去搞什么这个兵变政变，那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可能性。但是确实会利用这个东西，慢慢觉得自己一点牛慢慢呢就有一点建立一些人际关系是可能的。但是整体来讲，对这个军队的军方没有颠覆性的力量。中国的军队是大大夸大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能量和现实中间的作用，基本上就是一个最高领导人的一种工具而已，一种工具而已。那习近平现在把这些上将之精力
这个各种各样的政治性的评论都非常之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可以听一听。我基本上都不相信这种说法，我更偏向于相信，就是说这些官员将军们是腐败的，这些将军们是有搞各种小圈子的，这些将军们是这个无能的。就是说，如果有能力，那习近平不敢收拾你，因为无能，习近平可以轻易就收拾你。但是他们搞的这些关系或者是他们一些故事的关系，随着他们的下台，年轻的一代将军会更加速的进入到中国的这个军队体系里面。那么这些军人是不是就一定是最先进呢？或者是再怎么样？我也不敢这么说。但是整体来讲，是比张又侠他们这些老将要好太多太多了。现在一个70多岁的老人能够跟上科技的形势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有朋友是跟上了，但是多数朋友是跟不上的。比如说70多岁、60多岁都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因为科技的速度太快了。中国不需要这么一个老将军老帅来做什么坐镇什么地方都不需要了，直接中央军委主席就指挥就可以了，甚至一场战争，对吧？他就直接去指挥你这个战区你战区的执行就可以了，对吧？一体的决策它是在一个中央的一个复杂的决策体系里面，你必须要打台湾，比如说对付日本，你必须要对付菲律宾，在他们里面都搞了无数套方案，你以为跟他们开会都是在吹牛讲假话呀？是有吹牛，是有讲假话，但整体来讲，他们的应对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就是说用一种威权体制再来形容中国的体制呢，实在是你，我都不知道你生活在什么世纪，对吧？今天的中国的体制带有了矛盾现代的特征，这个是他为什么会领导中国走向科技领先、制造业领先的一个根本原因。但是现在去解释中国的这些人，对吧？要不就是纯粹是被意识形态搞烧了脑子，要不你就是西方的价值框架，对吧？西方的价值框架是有一套分析方式的，只不过是来分析来可以头头是道，就是跟现实相差10万8千里。今天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开始走向现代化，这个是欧洲和美国是要注意到的。那至于什么华人学者或者西方学者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应该尊重他们的看法，但是你也应该明白，他们讲的东西跟现实还是有些距离的我觉得习近平现在掌握中国的军队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不仅是今天没有问题，其实张又侠还在台上他也就没有问题。这不是他如果看不惯张又侠牛哄哄的，或者看不惯张又侠怎么样把他拉掉，那就是分分钟的事情了，对不对？因为你腐败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那其他方面你要玩花枪，那就把你拉下嘛，拉下怎么样？什么作用都没有。最近一些听说什么张又侠住在深圳什么贾庆林去跟他谈马云先生的，全部瞎吧。张又侠就不会有地方来管，包括蔡奇也不会干涉这个事情。张又侠就是在北京某一个大楼里面就可以了，不需要把他移送到哪个地方去。你以为张又侠真正有力量？毫无力量。只要把他的中央军委主席的这个头衔职位拉掉，他就是个糟老头。感谢何必先生的点评以及补充这个关于这一个话题我们也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接着又要聊到易脸红了，易脸红是本周 VIP 那么从周一聊到现在，很多的细节也逐渐浮出水面。尤其是易脸红被查之后我看很多在微博上朋友圈里有很多律师留言当年被易脸红一家人搞的是苦不堪言这个易书记以前的这个跨省非常厉害非常可怕。但是更多人关心的是这个所谓的湖南七公子以及这个易脸红的公子易世威到底有多厉害。有很多报道说包括这个经济观察报尤其提到易脸红的儿子易世威在湖南省属的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工作。
那么这个报道中特别提到的是什么呢？特别提到的是易炼红儿子易世威的一些怎么去无法无天的细节啊，也逐渐浮出水面。那刚才提到啊，易世威曾经在湖南一家省属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工作，被称为是湖南官场七公子之一啊，有的说是居首，非常的高调啊。经济观察报特别提到啊，易世威利用父亲的影响力拿项目，从项目里拿奖金啊，动不动就一笔上千万。那在湖南上市公司叫做拓维信息的公众号里啊，出现过一张照片，包含易世威，而易世威则是以中金资本副总经理的身份出现。那么很多吃瓜群众啊开始闭环了。那时间再往前，来到2023年前后，中金资本和湖南财信金控曾经一起搞过一个60亿的产业基金啊，专门去投新兴的产业。管理公司是双方合资成立的私募机构啊，基金成立、募资、投项目，一路推进的非常的顺利。同一时期，中金资本的董事长单俊宝去湖南交流合作，这个时间都对得上了。但是后来啊，这个单俊宝也落马了，所以易炼红的儿子易世威啊，他如同很多的公子哥们一样，都喜欢搞金融。我们似乎想起了一个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啊？就是同样是易家的人啊，易炼红的儿子易世威，那易会满也有一个儿子叫易晨阳。有吃瓜群众就开始比对了，易会满的儿子易晨阳啊，好像职业生涯，和他的这个父亲易会满仕途升迁啊高度同步。那易会满的儿子易晨阳，每一步也踩在父亲权力的扩张节点上啊，从国际投行到国内的龙头券商，也是迅速跻身高管的行列。所以为什么公子们都喜欢做金融啊？金融是不是真的很有赚头啊？首先搞金融似乎是变现效率非常的高啊，就是隐蔽性也很强，尤其是资源很匹配啊。父辈掌握着金融监管或项目的审批权，那子女进入金融圈，那就可以无缝对接，形成老子批条子，儿子数票子的闭环。我看在微博上讨论的人真的不少。那么过去1年，我们看到了2位易公子，他们的金融之路似乎很相似啊，都是利用父辈权力进行所谓的衙内腐败，就是《水浒》里面有一个这个高衙内。有人认为这一次易世威的腐败啊，他们特别起了个名字，就叫衙内腐败。最后都因家风不正、权力失控，导致家族的覆灭。那么如果说我们梳理过去几年的反腐路径啊，金融系统成为了重点领域。那再回到易会满啊，再回到易炼红，据说啊，这个易炼红家不只是他的公子易会满、易世威啊，他的小舅子从岳阳起啊就做房地产项目。那这个易炼红的太太外甥女还在省内某市垄断一些小行业啊，外省在江西也搞项目。但是易会满啊，本来到了浙江啊，似乎是想收手啊，也注意了，不准这些家族的迁徙式的贪腐啊，不能再用裙带关系瞎搞了。所以很多未来爆出来的细节，可能都会发生在湖南和江西。这是我们昨天啊。有一些观众投稿讲的这些内容不保真不保真啊。我们刚才最后讲的这些内容啊，不太保真。还有一个八卦就是，据说易炼红的太太啊特别喜欢打牌。打牌啊，有的人的牌品可以，据说易太太的牌品啊不太行啊，输了就大发怒火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据说是。关于易炼红，关于易世威啊，易家父子啊。不知道何明先生还有哪些分析啊，想跟大家分享？刚才小杨讲的很多的细节啊，是我们的网友提供的。那么这些细节啊，我觉得是可信度非常高，原因是这个人是跟易会满很熟那么平时把这些话就当然不会讲出来，但是易会满现在已经彻底完蛋了
那么这些事情和平先生迟早话要讲清楚啊，这个你是易会满还是易恋红？虽然都是一家人啊，但是OK，这个易恋红啊，抱歉，我把这个你两个扯在一起，我都弄糊涂了啊。就是说，因为我到现在为止都没吃东西小杨还在喝东西，我现在这个缺乏这个营养脑子糊涂了。这个易恋红这个了解他的人就是向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个细节，一种非常关键的细节就是说，这个易恋红到了浙江，发现情况不能再考，所以他的亲戚跟都一起到了这个浙江，还要求他们不要在浙江考，因为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还有更大的机会，因为浙江省委书记那么稍微往上走一点，捞个副国家领导人是没什么问题的，对吧？他特别的重要性，但是那个时候情况已经很晚了。关于易恋红的告状的材料早就是堆积如山，现在每一个省的省委书记、省长或者厅局级的干部，什么级别的干部，都是被老百姓告状。中国老百姓没有投票权，但是中国老百姓有一个邮票权。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叫8分级邮票，把你告死，对吧？上面的财，如果领导干部来，这个有批示的话，但是到了后来有人写文章说，你不能8分级邮票把一个干部就给干掉了，对吧？你一查出这个干部就是被一等受审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后来就不查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告状信这个就是根本就扔在一边了，也不批示了，所以实际上我今天跟大家讲，就是易恋红也好，易会满也好，他们在台上的时候，关于他们的告状信就堆积如山。易恋红曾这个党校我们就不说他了，他这个党校上班的地方跟这个跟这个蒋超联这一个地方在一个镇上小杨，你是想一想，这个也很巧合很巧合这个两个都跟王岐山有关系，有一点关系。这个易恋红，他的真正的这个腐败，那当然是在岳阳开始的。他在岳阳的时间比较长，后来是长沙，对吧？后来他在长沙当过省委的秘书长吧，好像是大管家嘛，又当过长沙市委书记，然后又去沈阳，然后再到江西，这些东西当然是上面的有人安排的嘛。他自己到底是谁，各等说法都有。我认为各等关系都是存在的。但是跟张春贤和周强有什么多大关系？至少后来就毫无关系，因为周强和这个谁都自身难保嘛，和这个张春贤自身难保嘛，我觉得后面还是有其他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在帮助。那是不是有没有贺国强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湖南势力我就不知道了。湖南人的这个特点就是这个文人是文痞官员是官痞。湖南的痞子文化，老毛写当年的农民考察报告里面就讲过了他是带有一点北京的特征，就喜欢搞政治，喜欢玩这个文化湖南人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东西，所以叫对吧这个于是为胜的为所有才就是自认为就是要使中国灭亡，除非湖南死光。所以湖南人的这个自己的内心的傲慢贯穿在他们的官场的这个文化里面。这个易恋红就这么一个下场，这也是说明他真的是加速进入了这个官痞的文化官痞的文化，其中一个就是在家乡里面光宗耀祖吧叫衣锦还乡嘛，就各路的凹毛狗跟着你混了，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掌控了另外一个官场以外的另外一个世界，
官场有一套他的权力的来源，官场之外的这一套来源，讲白了一点就是帮派或者就是黑社会啊。这批人就是又会跟你谈不的关系，甚至一个商人都可以告诉你啊，我要不要把你搞到沈阳去当个书记啊？或者到了沈阳以后，我给你搞店去江西啊，有这样的骗子，也有这样的真实的情况，有很多人上当受骗了，所以有的人被查了以后就说是被政治骗子给骗了。就当官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想往上爬。为什么想往上爬？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你越到上风，你的权力就越大，你就骂的人就越多，你指挥的体系就越强大。所以权力是春药，就是正常人都不能去搞政治的因为那个政治一定会把你的你的心智给污染叶丽红他们不仅是他自己这样搞，而且他把他的亲友全部卷进来，这都请不完的，请不完的那些资产，这些你白白挣的钱，除非你已经逃到海外来了，你还过一个小日子，低调一点，你高调一点，一样的会整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你低调也没有所以这些人现在恨死了习近平是个道理，对吧？习近平把他们全部掐死，全部掐死叶丽红已经晚了，他在接见的时候，因为关于他的传闻就传了很多，一直到刘文杰吧，他的老乡，李云老乡，湖南省财政的厅长，这个刘文杰是不是也是财经学院毕业的？我不知道啊。如果是财经学院的，这个叶丽红他们工作的地方是一样的。叶丽红因为湖南党校和财经学院在很长时间他们就在一起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强化了这个关系？中国人就是那种老乡同学这种关系完全是利益的链条利益的链条是叶丽红这个事情对大家的震动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经历的这个发生的地方比较多然后家族进入了这个系统里面比较厉害，而且牵涉了好几则命案好几则命案，这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到现在觉得叶丽红也有可能就真的是也是可能终身监禁或者是死刑的可能性，死缓的可能性吧，应该是对吧？也非常之大的，一辈子就这么彻底毁掉了。如果他当你在邵阳当一个什么老师，当一个什么校长，现在都已经退休了，对吧？可以过一个这个相对来讲安心的日子，结果他就不甘心，要爬，他的结果就把你30多年、40年的努力全部归零。感谢和平先生的点评以及补充我们今天几大话题呢都跟大家汇报完毕，分享完毕最后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网友的分享有人说到这个《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讲到的是中国经济其实是有一个一体两面不能叫一体两面叫中国经济存在着两个经济体。这篇文章我看到了，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 那这也是一个老朋友了，不能叫老朋友了，非常熟悉的一个作者了。那他大致上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呢，一个低迷，一个高端发达非常的极端，就是低迷的很低迷，高端的很高端这个他讲的非常抽象，我用一个说法就可以介绍了。你在中国，你买一个这个小电子产品一个鼠标一模一样的鼠标那劣质作坊可以用极低的价格1亿元钱能给你做出来，高端的作坊高端的这种小的工作室可以卖你3、4、5、600人民币。同样的你看这一模一样的鼠标，可能一个只要1、2元，也一个是3、400人民币。那么回到《纽约时报》的说法，《纽约时报》就说呢，中国经济有两个经济体，有一个低迷，一个高端发达。其实美国也存在两个美国。问题呢，不能全把锅呢堆在川普身上。
而是历届总统都有责任。那归根到底是选举制度、经济政策和财团资本治理体系，还是制度设计啊？到底怪谁？很多人把锅甩给川普啊，其实那不能全怪他。那么作者就从里根时代的新自由主义讲到了全球化的减税啊，又讲到奥巴马、拜登的刺激政策啊，再到川普现在的税改。每一届总统的政策，本质上是加剧了美国的不平等，那根源是更深啊。那弗里德曼认为是系统性的问题叠加出来的，比如选举制度是赢者通吃和金钱政治，让极端声音放大，国会经常瘫痪，改革无法推行。而在经济政策上呢，超级的这个捐款、超级的募捐、超级 PAC 和这个大企业的捐策主导政策。资本利得税低，那赢者通吃的经济让顶层1%和普罗大众越拉越远。而治理体系和制度设计呢，联邦分权加老宪法的框架没有办法及时应对现代的不平等啊。在美国，教育、医疗、住房这些基础领域投资非常的碎片化，穷州和富州差距越来越大，这是弗里德曼呢，他描述了是中美各自面临的双轨经济的挑战。正好我们有观众说了啊，我们就跟大家描述一下这篇文章的主要的内容。那么今天在今日华尔街还有哪些这个视频啊，要重点跟大家推荐？也请何斌先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刚才这个网友所介绍的这些文章啊，我觉得非常好啊，就是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每一天的讨论区啊，也是一个信息的交流区啊，不仅是小杨或者是我爸爸在讲，也希望听到网友的一些不同意见。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无厘头的来讲，也就没什么意思。如果你是比较具体的提出哪篇文章，我们应该注意，或者小杨没有注意到，我们也注意到，我们这方面对我们就非常有帮助，跟我们的观点是不是不一致都是次要的问题。西方的这个民主，它本质上是一个资本民主啊，是一个权贵民主。虽然每个老百姓有很大的投票权，但是呢，这种选举本身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它是由权力和金钱推广出来的推广出来的。那么每一个这个利益集团啊，他要拿到这个权力之后，他一定有这个回报。我一个朋友他是研究这个现实政治啊，他就跟我说，这些人吧，他就说在亚洲所谓的一些民主国家、一些民主地方选的这些人呢，几乎都是贪官。我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都是贪官呢？他说，你去想一想，这些人选一个议员或选一个县长、选一个市长要花多少钱？那他这个钱也不是说自己家里有很多钱啊，而是别人给他的钱，别人给你的钱就需要有回报啊，对吧？不能真的是因为你是个理念，我支持你，你这个人是有的，但是不是大钱，真正的大钱是需要你回报的，所以你来我往，这方面他就一定要通过贪污腐败才能得到才能回报给他的投资者，或者是回报给他自己。这个情况实际上在西方是相当普遍的存在，但是西方的法律和西方的政治框架恰恰为这些腐败提供了一个合法的一个保护壳。所以西方现在它的问题就是说，它不是没有腐败，它是不查腐败，它没办法查起，因为它有些东西它已经系统化了，有些东西已经结构化了。那西方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制度已经很难走下去，很难走下去。人们对选举的热情和选举之后的改变现状的这个愿望都是在降低。而另一方面，体制所积累的这个问题越来越多，很难有化解。所以以前靠的方式就是革命嘛、战争嘛，对不对？运动嘛。那你现在革命是不大可能的，对吧？运动是可能的，但是运动也能够改变情况吗？所以西方的问题就是说，谁都知道要改，
但是它的动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啊？这个是我们希望在关注西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点，不要上来就讲民主法治，好像有了法治就有了司法正义，对吧？这个司法正义和法治，正义和司法是完全两码事。就是你很多事情不是通过你的正义才能得到这个法律的正义审判，恰恰是因为你有钱，才得到了一个有利于你的控制。这个东西是很多层次，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讲清楚的。我希望我们的观众就是多一点眼光，多一点角度，多一点层次来看待西方和中国的问题。那中国的问题刚才也讲了，就是两极化，对吧？一方面是这个老百姓日子过得不大好啊，另一方面就是高端科技的发展，这是中国现在转型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代价。就是说，要么你就慢慢等，慢慢等，对吧？要么你就是一步登天，让自己成为新的制造业、新的这个科技创新的指导者。然后通过科技创新来去解决原来的传统的手法可能难以解决的问题，能不能达到这一点，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观察。但是整体来讲，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是就讲在稳定的经济体系之一，它有困难和有问题，但是它不会走向崩溃，不会走向完全的断裂式的改变。西方它就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出现断裂式改变，台长不上来以后，他可能做的不一样，民主党上台他做的有不一样。现在的国家经济更应该具有这个持续力。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好像小人物没有讲，就是王立祥，对吧？是王立祥吧？内蒙古的区政府主席，好像是不是今天中国宣布对他进行双开了，对吧？那早一段时间他的这个搭档申书记，内蒙的书记也被查了。实际上内蒙古的这个问题啊，跟一个湖南的官员还有一些关系，虽然他不是湖南人，但他长期在湖南混，就是湖南岳阳。湖南岳阳是伊犁红的一个重要的发迹的一个基地。岳阳大家谁都知道吧，中国四大楼之一，对吧？岳阳的叫清历四立春呐，滕子京敌守巴陵郡啊，袁炳义啊，郑从仁和啊，什么北魏的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吹牛的文章啊，都是花言也为了跟他的这个被贬的当官的人讲啊，岳阳搞得很不错。其实我们的一些朋友讲，岳阳的这个地方还真不是官贬的一个地方，因为岳阳这个地方啊，它的特殊地位也好啊，它的历史渊源也好，出了很多人啊。因为领袖华国锋啊，就是岳阳湘阴出来的，对吧？还有一个湖南的老不下台的不倒翁毛志应，对吧？华国锋、毛志应都是岳阳出来的。那么最近这些年出来的正部级官员，对吧？楚波，陈邦志，张增平现在在哪里啊？在福建当一个什么政协主席嘛？那么陈邦志已经退下来了。陈邦志当年是跟秦俊群搭档，还有一个楚波，那楚波跟内蒙古就有极大的关系了。直播我搞不清楚是李鹏还是贺国强的原因啊，因为他是挂钩系统的，后来把他搞到内蒙古去当了这个书记。内蒙古的这个矿产的腐败啊，主要就是楚波在那个时候开始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楚波在这个内蒙工作时间相当长，相当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中央到现在为止没有查楚波，因为他年纪太大了。他应该是1934年、35年那个时候出生的，年纪是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很多老同志啊、很多老干部啊，别倚老卖老，你是这帮家伙也是心惊肉跳，很多问题从根子来讲，就是跟现在春节大家就看名单呀，中央春节的办法，老同志看望老同志，这个里面我不能说钱不是贪官了，一半是贪官是没问题。对吧？那地方上的各级老同志，你看那个名单，一半是贪也是没问题的，就是看习近平现在忙不忙得过来。所以王立霞这个事情呢，我就顺便讲一讲楚波内蒙古的事情。我看大家好像比较少谈楚波，楚波就是岳阳出来的，就是伊犁红的
这个情人嘛，亲戚人嘛。但是他的后人，好像昨天小杨讲的叫黄南香嘛，哎，这个故事很受欢迎的。小杨听了你是网红了，不是网红啊。那么这个既然何冰先生提到王丽霞，我们稍微跟大家提一嘴啊。那王丽霞的这个罪名啊，王丽霞的这个官方通报啊，我们跟大家研究一下啊。官方通报对于王丽霞的问题是这么说的：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严重背离两个维护，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阴奉阳违，自行其事，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贪慕虚荣，追求享乐，在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讲得非常详细啊，甚至每一条都可以对上未来的这个我相信可以对上未来的某一些这个具体事实。那还提到的是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由他人支付应当由本人支付的费用，违规干预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啊，对家属施管施教啊，又是对家属施管施教。家风不正的这个说法，在过去这一整年，用在了很多人的身上。最后对于王丽霞通报的问题，还包括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那这是刚才我念的这些啊，全是对于王丽霞问题的通报。这个好像是石泰峰从内蒙离开之后啊，这个内蒙古好像就感觉是被抽走了什么定海神针一样，接连出现问题。那么我看到啊，有人特别提到啊，王丽霞曾经是这个有人的老师，成为学校的同事。王丽霞被认为在学术方面有很高的专业水准，对年轻教师也非常友好，是情商智商都在线的。那如果说王丽霞一直从事科研和教学，一定会卓有成效啊，但是很可惜，一声叹息啊，没有平行世界。从政已经成为高危行业。这是这个对于王丽霞问题通报啊，以及我看到有人特别提到啊，那应该是之前王丽霞的学生对于王丽霞的一个评价。那不知道何斌先生还有哪些对于这个王丽霞案的补充，想在现在跟大家分享？这个今天呢，我们有一些网友跟我们提供了一些资料啊，我现在已经放在这个讨论区了啊，小杨可以去消化消化，主要还是为易立红啊，做出更多的这个介绍。那有易立红被抓了之后啊，有的人是哭了啊，泪流满面啊，说这个易书记啊，本人是一身正气，但是他的家人呢，把他往死里整。他说中国的这个家人呢，和朋友和同学啊，都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当了官，你不帮他忙啊，家里就会认为你装什么装，对吧？或者是你怎么样啊？这种亲情呢，这就把这个易立红给毁掉了啊！说，而且还说易立红是个文人啊，这个有文人气质。就是被家人偷的，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些这个材料，也包括易立红的部下啊，这个好像他本来在官场里面混啊，但是后来想去研究甲骨文啊，然后写了一些提到了张春贤啊，小杨如果消化消化呀，让今天的这个小杨闲话又来一点真正具有实质料的一些东西，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网友都跟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因为我们虽然是整天都是跟信息打交道，但是毕竟学习的人太多，事情很多，我们有时候照顾不到啊，或者是了解不到，而我们的网友是分布在全世界各地，有的人是真掌握情况啊。那我们现在的小杨闲话这几年大受欢迎啊，希望我们而且这21大啊，很快又要来了。
中美关系又产生巨大的这个变化。我们对这个实质的观察呀，应该对很多网友来讲，可能就是有了更多的一些参考性的必要性。好了，小梁。感谢何斌先生的点评和补充啊！今天我们的内容有点长啊，感觉聊了2个小时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以及对于我们的支持，尤其感谢今天啊，这个子明一开始就给我们打赏了，那么感谢子明的打赏，感谢子明的2次打赏啊，非常感谢麦团甜咸的打赏，非常感谢这个慧英凡的打赏，非常感谢这个各位的关注，那也感谢我们这个观众中的各种留言啊，以及对于我们的这个信息的提供和分享。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在明天的华尔街论坛呢，再跟各位不见不散。再次感谢各位的这个关注以及支持啊，小杨闲话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我们今天还是有很多的话题会在之后陆续上线。世界旧秩序正在崩溃，科技与贸易显示